如果你有時喺人群中會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、頭腦空白，或者想避開所有嘅社交，今日呢15分鐘嘅冥想，專門陪你去覺察社交嘅恐懼，同時喚醒你內在嘅行動力，等你慢慢感受到自在同埋勇氣。而家揾個最舒服嘅地方坐低或者瞓低，最好就熄埋燈，拉埋窗簾，戴住耳機，雙手好自然咁樣放低，膊頭放鬆，開始留意你嘅呼吸，吸氣，慢慢數到4秒，呼氣，慢慢數到6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你而家喺一個好安全嘅地方，我全程都會陪住你，繼續留意你嘅呼吸。每一次嘅吸氣都會好自然咁樣帶走少少嘅緊張。而家我哋從頭頂開始，好溫柔咁樣掃描全身，頭頂感覺啲空氣輕輕流過，額頭、眉心，所有嘅繃緊都慢慢鬆開，你嘅眼睛、眼皮好自然咁樣下沉，你嘅眼球完全放鬆，你嘅嘴巴、下巴全部都變得好柔軟，你條頸、你嘅膊頭變到好重、好沉，好似融化咗喺個大地上。你嘅手臂、手踭、手腕、手指一條一條咁樣放鬆，你嘅心口，每一次嘅呼吸，個心口都會感覺到越嚟越輕鬆。
越嚟越舒服。你嘅腹部、腰部、背部、臀部，全部都越嚟越輕鬆。大髀、小腿、腳踭、腳板、腳趾，全部完全放鬆晒。你依家全身都好重、好沉，只係好安靜咁樣存在。想象下，你依家坐喺一個好溫暖、好舒服嘅草地上，有個藍色嘅光圈保護住你。呢個藍色嘅光圈發出嚟嘅光芒，令你感覺好安全、好平靜。呢個光圈係一個保護你嘅空間。外面所有嘅聲音、目光、評價，全部都會輕輕喺呢個光圈度流失。你感覺到自己被保護住，感覺到自己被接納。而家你可以想象下一個你最驚嘅社交場面，可能係見到新朋友，可能係開會講嘢，可能係家庭聚會見到其他親戚。唔好去抗拒呢個想像，只係好似旁觀者咁樣，靜靜咁樣望住呢個場面。你見到自己喺呢個場面入邊，個心跳可能會有啲快，但係你可以同自己講，我依家好安全。
你繼續觀察，慢慢見到一個未來嘅自己出現咗，佢微笑，眼神好平靜，把聲好鎮定，大家聽得好舒服。有人微笑，就算有啲尷尬，都會好自然咁樣過去。你感覺到原來同其他人一齊都可以好自然、好舒服。而家你好溫柔咁去同自己講，我好安全，我被人接受，我值得畀人聽到、睇到。再次感受下你嘅呼吸，感受下身體嘅重量，感受下周圍嘅聲音。當你準備好之後，你可以輕輕喐動下啲手指腳趾，慢慢打翻開雙眼，但願你可以將呢份嘅平靜同埋勇氣帶翻入去嚟緊嘅日常生活裏面。